當年被譽為台版林志玲的氣質女星，或是你們在八點檔裏天天看到的熟悉面孔，只要一提到最美國父這四個字，大家腦海中一定會立刻浮現出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還有那個嬌蠻卻讓人恨不起來的經典形象。她就是傅明憲。很多人都以為長得這麼美，起步這麼高，人生拿的肯定是躺贏的劇本吧？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她的一生簡直比台灣本土劇還要狗血，還要精彩。從19歲一出道就驚豔全香港的純愛天花板，到後來嫁入豪門，一天揮霍幾十萬的頂級敗家闊太，再到後來，她竟然跟一個小自己11歲的百億家族太子爺談了一場轟轟烈烈卻被全港嘲笑的9年姐弟戀。就在大家都以為她這次終於要逆襲，重新坐穩豪門正宮寶座的時候，男方父親卻用一招堪稱現代版滿門抄斬的狠招，硬生生把這段9年的感情逼到絕路。從人人羨慕的豪門少奶奶，到最後變成百億太子爺的棄婦，大家都覺得她這輩子徹底完蛋了。但誰能想到，今年已經55歲的她，最後竟然活成了所有女人最嫉妒的模樣。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來徹底起底這位最美國父傅明憲，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又是怎麼在人生的下半場把滿地碎片重新拼湊成女王皇冠的。話說回來，要看懂傅明憲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我們得先看看他的出身。現在很多演藝圈的新人，動不動就買二手說自己是星二代、富二代，但跟傅明憲一比，那些真的都只是小兒科。傅明憲的爸爸傅奇，媽媽石慧，那可是上個世紀50、60年代長城電影公司的當家小生和花旦。在那個沒有濾鏡、沒有修圖的年代，他的父母就是票房的保證，身份地位高到連當時政商界的大佬見了都要禮讓3分。可以說，傅明憲一出生就是含着金湯匙，甚至是鑽石湯匙長大的。在這種家庭環境下長大，傅明憲想進演藝圈，根本不需要像別人一樣去參加什麼選美，去跑龍套。他15歲那年，瞞着父母跑去投考電影《開心鬼放暑假》的演員招募，結果導演一看到他，眼睛都亮了，當場就決定把開心少女組的其中一個角色給他。不過當時他父母覺得學業更重要，硬是把他送去英國念書。直到他大學畢業回到香港，這才真正開啟了他的演藝神話。1994年，他正式加入無線電視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TVB。一出道，那張滿是膠原蛋白的臉蛋，加上古靈精怪的氣質，立刻讓他成為電視台的掌上明珠。僅過了1年，他就迎來了人生最巔峰的角色古天樂、李若彤那一版《神鵰俠侶》中的國父。相信只要看過那一版《神鵰俠侶》的觀眾，這輩子都忘不掉他穿着一身紅衣砍斷楊過手臂的那一幕。在金庸的原著小說裏，國父其實是一個非常不討喜的角色，刁蠻任性，大小姐脾氣，還闖了天大的禍。但是傅明憲演的國父，當他用那雙水靈靈、盛滿淚水的大眼睛看着你，嘴唇微微一撇，流露出那種既委屈又傲嬌的神情時，全電視機前的觀眾竟然一瞬間都心軟了。大家心裏想的竟然都是算了算了，她長得這麼漂亮，砍一條手臂怎麼了？這就是美貌的威力。傅明憲憑藉這個角色，一夜之間紅遍兩岸三地，被媒體封為 TVB 最美國父，甚至被視為大熱門的玉女掌門人接班人。如果按照這個劇本走下去，傅明憲只要好好拍戲，現在小說也是個受人尊敬的影后級人物，或者是各大頒獎典禮的座上賓。但偏偏這個從小被嬌慣長大的大小姐，對事業根本沒有太大的野心。在她眼裏，拍戲太累了，天天熬夜通宵，風吹日曬。她要的不是奧斯卡獎座，她要的是精緻、奢華，能夠讓她一輩子當公主的生活。於是，在事業最巔峰的1998年，她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的決定，宣布解約，全面退出演藝圈。因為她要嫁人了，
而且是嫁進無數女人擠破頭都進不去的頂級豪門。男方叫做海聯網集團的主席葉劍波，這位葉劍波當時在香港商界可是個風雲人物，身價高達數十億新台幣。雖然年紀比傅明憲大了一整輪，還離過婚，帶着個孩子，但當時的他對傅明憲簡直是百依百順，完全是用摘星星、摘月亮的方式在寵他。兩人剛認識半年，葉劍波就斥巨資在香港最豪華的酒店為傅明憲辦了一場世紀婚禮。那一天，傅明憲穿着手工訂製的婚紗，戴着價值不菲的鑽石項鏈，笑得像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永遠告別攝影機，過上真正屬於少奶奶的無憂生活了。婚後的傅明憲徹底開啟了他的頂級敗家模式。那段時間，香港的八卦雜誌最喜歡盯着他拍，因為他的生活水平已經超出了普通人對有錢人的想象。他到底有多能花錢？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傅明憲一個月光是買衣服、做指甲、喝下午茶的零用錢就高達港幣30幾萬，換算成新台幣超過100萬元。他去巴黎參加時裝周，看中一條裙子，根本不問價格，一開口就是這個顏色、那個顏色，我全都要了。只要是各大高奢品牌出了最新款的限量包包，不需要他出門，品牌 VIP 客戶經理都會親自送到他的豪宅裏讓他挑選。如果只是買給自己穿戴也就算了，傅明憲最讓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對寵物的溺愛。他養了幾隻名貴的寵物狗，這些狗過的日子，連當時很多普通上班族都自嘆不如。這些狗吃的是專門從日本空運過來的頂級神戶牛肉，或者是從法國進口的微量元素營養膏。每天有專門的保姆幫狗狗洗澡、按摩、做芳療。只要狗狗有一點點打噴嚏、流鼻水，他立刻帶去全香港最貴的私人獸醫診所。甚至有一次，他的其中一隻愛犬過世了，為了讓狗狗走得風光，他竟然花了幾十萬港幣為一隻狗舉辦了一場極其奢華的葬禮，甚至還請了專業的法師來誦經超度。當時全香港的媒體都叫他豪門第一敗家闊太，普通百姓一邊看着報紙一邊嘖嘖稱奇，罵他奢靡無道。但傅明憲根本不在乎，面對媒體的質疑，他只是淡淡地笑着說：我老公賺錢就是給我花的啊，他都不心痛，你們心痛什麼？那個時候的他確實有資本底氣說這句話，因為葉劍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少奶奶寶座看起來穩如泰山。然而古人早就說過，屢屢如喪家之犬，福係禍所伏。豪門的風光往往就像海灘上的紗布，一陣大浪打過來，瞬間就會灰飛煙滅。2006年，一場毫無預警的商業風暴席捲而來，葉劍波的集團被爆出涉嫌造假賬、詐騙上市，虧空公款高達數億港幣。一夜之間，這個曾經呼風喚雨的富豪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通緝犯。隨後，葉劍波在北京被捕入獄，海聯網集團徹底崩盤，所有的資產被凍結，從人人巴結的百億闊太，瞬間變成涉案富豪的家屬，換作一般的女人，這時候肯定天天以淚洗面，東躲西撞吧。但傅明憲不愧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的反應再次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在老公被捕的那幾年裏，他不但沒有表現出一點點的悲傷，反而被媒體拍到他天天穿戴着奢侈品，出入香港各大頂級夜店和派對。今天跟這個富二代貼面熱舞，明天跟那個小鮮肉牽手同遊。媒體的鎂光燈啪嗒啪嗒地閃，報章雜誌的頭版頭條全是他徹夜狂歡的照片，標題寫得一個比一個難聽，說他老公坐牢，老婆偷歡，豪門夢碎，放浪形骸。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譴責，傅明憲依然不解釋。直到2008年，這段名存亡實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傅明憲正式宣布與獄中的葉劍波離婚。很多人在背後戳他的脊梁骨，罵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是個無情無義的拜金女。但也有明白人看出來了，傅明憲這種從小沒受過挫折的大小姐，
他的世界裏只有及時行樂這4個字。當避風港倒塌了，他唯一的本能就是趕快換一個地方繼續跳舞。離婚後的傅明憲38歲，雖然不再是當年的清純玉女，但歲月仿佛對她格外寬容。她的身材依舊火辣，眼神裏更多了一種淑女的嫵媚。她沒有時間去哀悼失敗的婚姻，因為很快地，她生命中最大也是最痛的一場風暴即將登場。在一次遊艇派對上，傅明憲結識了香港莊氏集團的太子爺莊家彬。這位莊家彬當時在香港名媛圈可是炙手可熱的黃金單身漢，家族資產高達上8億新台幣。最重要的是，莊家彬當時只有27歲，長相英俊，身材高大，是個不折不扣的頂級高富帥。而此時的傅明憲已經38歲了，不僅離過婚，前夫還是個剛入獄的通緝犯，名聲在豪門圈子裏早就黑得發亮。這段年齡相差11歲的姐弟戀一曝光，整個香港娛樂圈徹底炸開了鍋，沒有一個人看好他們。媒體天天冷嘲熱諷，用極其刻薄的字眼形容這段關係，說傅明憲是老牛吃嫩草，給年輕的大少爺灌了迷魂湯。莊家彬的朋友們也紛紛勸他：你瘋了嗎？全香港那麼多名媛，亂無隨你挑，你為什麼偏偏要找一個離過婚、大你11歲的女人？但是愛情的魔力有時候就是這麼不可理喻。在所有人的反對聲中，莊家彬卻對傅明憲愛得死心塌地。在傅明憲身邊，莊家彬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百億少爺，而是一個貼心溫柔的小男朋友。他會陪着傅明憲去逛平價超市，會陪着他去照顧流浪狗，甚至在傅明憲因為網絡暴力落淚的時候，緊緊把他抱在懷裏。傅明憲也被這個年輕男人的真誠打動了。為了能跟莊家彬長相廝守，這個曾經飛高些不穿，一天揮霍百萬的敗家女，竟然開始學着過起了省吃儉用的日子。他不再出入那些頂級的夜店，不再瘋狂購買限量包，甚至為了迎合男方家族的喜好，他開始頻繁參加慈善活動，努力建立一個正面溫柔的形象。這段感情一談就是整整9年。9年啊，對於一個女人來說，那是從38歲到47歲最寶貴、最無法重來的青春。在這9年裏，傅明憲推掉了無數的追求者，默默地當着莊家彬背後的女人。每當媒體問起他什麼時候結婚，他總是笑着說不着急，但眼神裏那種對家庭的渴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然而，傅明憲千算萬算，卻算漏了豪門最致命的底線，那就是血統與門第。莊家彬的父親，莊氏集團的主席莊兆衰，是個思想極其傳統、手段極其狠辣的商界大佬。從這段戀情開始的第一天起，莊老爺子就對傅明憲厭惡透頂。在他眼裏，一個離過婚、拍過戲、名聲敗壞的女人，想進他們莊家的大門，簡直是白日做夢。一開始，老爺子以為年輕人只是玩玩，過幾年熱度退了，自然就散了。但眼看着兩人竟然談了7、8年，甚至莊家彬還私底下跟朋友透露想要結婚的念頭時，莊老爺子終於坐不住了。他決定親自出手，而他用的這一招，堪稱是豪門爭產劇裏最教科書式的經濟封鎖。莊老爺子把莊家彬叫到辦公室，沒有拍桌子大罵，只是平靜地把幾份文件推到兒子面前。老爺子淡淡地說：如果你執意要娶那個女人，明天開始你將不再擔任集團的任何職務，你名下所有的信用卡會被凍結，家族信託基金你1毛錢也拿不到。我會對外發表聲明，莊氏集團未來的8億家產將由你的弟弟妹妹繼承，跟你沒有半點關係。你現在就可以走出這扇門，跟你的真愛去過日子，但代價是你將一無所有。這一招直接打在了莊家彬的7寸上。沒錯，莊家彬是愛傅明憲，但這份愛的基礎是他作為8億太子爺的尊嚴和底氣。如果失去了家族的財富，他不再是那個風光的莊大少，
而變成一個需要為了每個月房租、水電費奔波的普通男人，他還能拿什麼去愛？他還能忍受多久？在8億家產與9年感情之間，莊家彬動搖了。他開始有意無意地疏遠傅明憲，減少跟他見面的次數。每次見面，眼神裏不再是當年的炙熱，而是充滿了疲憊與糾結。傅明憲多聰明啊！在豪門圈子裏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男人的眼神一變，他心裏就全明白了。那段時間是傅明憲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9年的付出，無數次的妥協，換來的卻是男方家長無情的羞辱，以及愛人的懦弱與退縮。2015年，這段長達9年的姐弟戀，最終還是宣告破裂。莊家彬在分手後不久，就迅速迎娶了一位年輕貌美、門當戶對的富家千金，甚至很快就生下了孩子，徹底回歸了家族安排好的正軌。而傅明憲再次成為了全香港的笑柄。媒體用8億太子爺棄婦這樣的標題，狠狠地嘲笑他機關算盡，到頭來還是一場空。47歲的他，沒有了婚姻，沒有了豪門，沒有了青春，似乎人生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很多吃瓜群眾都在等着看他自暴暴棄，等着看他變成一個落魄怨恨的黃臉婆。但是所有人再次猜錯了。傅明憲用他接下來的行動，給了這個刻薄的世界一記最響亮的耳光。分手後的傅明憲確實消失在公眾視野了一段時間，但當他再次出現時，他沒有出現在相親晚宴上，也沒有出現在醫美診所的修復名單裏，而是穿着一身專業的潛水服，出現在了冰冷刺骨的南極海域。原來在經歷了2次豪門夢碎之後，傅明憲徹底看透了。他意識到過去的自己太蠢了，總是把幸福的希望寄託在男人的身上，以為嫁進了豪門就能當一輩子的公主。但事實證明，別人的屋簷再大，都不如自己打一把傘。男人會變心，資產會被凍結，唯有自己內心的強大，是誰也搶不走的。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進了他真正熱愛的動物保護和戶外運動中。他接任了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主席，這不是一個掛名的閒職，他是真的親力親為。他會為了一隻受虐待的流浪狗，親自跑去警察局報案，跟律師開會到深夜。他會為了宣傳海洋保護，考取了全球只有極少數人能拿到的高級潛水教練執照。看看他現在的生活吧，翻開他的社交平台，裏面沒有豪門闊太那種刻意擺拍的愛馬仕包包，也沒有無病呻吟的感情雞湯，有的是他去非洲大草原保護野生大象的素顏照，是他在滑雪場上英姿爽的身影，是他與各國潛水愛好者在海底與鯊魚共舞的驚艷瞬間。今年已經55歲的傅明憲，臉上雖然有了歲月的痕跡，但那雙大眼睛裏卻閃爍着比20歲演國父時更加耀眼、更加自信的光芒。他雖然沒有結成8億豪門的婚，但他靠着父母留給他的底蘊，以及自己多年來的積累，早就活成了不需要看任何人臉色的單身富婆。他不再是誰的妻子，不再是誰的緋聞女友，他就是他自己獨一無二的傅明憲。回顧傅明憲這一生，真的可以用跌宕起伏這4個字來形容。他出身在頂級的演藝世家，19歲就靠着最美國符紅遍半邊天，這是一般人幾輩子都求不來的神仙開局。但隨後，他因為對物質的執念，兩度跌進豪門的漩渦。他當過一天揮霍百萬的敗家闊太，體會過最極致的奢華，也經歷過老公坐牢、9年感情被逼分手的痛楚，承受過全香港最刻薄的嘲笑。這中間的每一步，只要走錯一點點，或者心態稍微崩潰一點點，現在的他可能就是一個在深夜裏抱怨命運不公的怨婦。但傅明憲最讓人佩服的地方就在於，不論命運把他摔得多重，他拍拍身上的灰塵，站起來依然能笑得燦爛。他用前半生的荒唐與奢華，買了人生最貴的一堂課，又用後半生的清醒與獨立，給所有女人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這段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最深刻的啟示：女人的安全感
從來都不是來自於男人的承諾，更不是來自於那個看似光鮮亮麗的豪門頭銜。因為靠山山會倒，靠人人會跑。一個女人真正的高光時刻，不是她嫁得有多好，而是當她經歷了生活的欺騙、感情的背叛以及名利的洗禮之後，依然有能力把掌控權牢牢握在自己手裏，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看完最美國夫婦明獻者傳奇的一生，你有什麼想法呢？你覺得他當年花9年時間去賭一場豪門婚姻，到底值不值得？如果是你，在面對莊老爺子那樣的經濟封鎖時，你會選擇愛情還是選擇8億家產呢？歡迎在影片下方的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我們一起來聊聊。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覺得內容夠精彩、夠八卦，同時又能給你帶來一些人生啟發的話，請一定要幫我點個讚，並且把這支影片轉發給你身邊所有喜歡看娛樂八卦或者正在為感情困惑的朋友們。最重要的，千萬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這樣一來，下一次有最新、最勁爆、最深度的娛樂圈內幕故事，你就能在第一時間收到通知，絕對不會錯過。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